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了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温暖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伊求下本人祝福，将孤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你个充电仲係拿東西啊？阿妹冇燒藝呐，嗱你又燒我，嗱我都唔個按照啊，今日有按心情陪阿妹來試錯。前輩吼一直忙行加班嘅事情啊，烏卡哦都冇照顧到，另一次哦我上去，我咩冇機會好來過一聲，難道根本哦不用了，當然係好皮阿妹啊。哎，莊姑啊，阿妹每樣事情都老實講誒。乜嘅事情？你是冇偏愛哦，講加班哦，做督教。冇啦，阿妹，我唔可以督教啦，要上排教訓哦，驚出驚死嘅，我真唔敢咧。阿妹，你要相信我哦。哦，阿妹相信，你從細到大就供養，哎，萬年前忘啊，鬼身上就流出來了，一直供養，阿婆，在你好嘛？哎呀，對嘛？等下過嚟嗰度嗬，喺長洲啲度。哦好。但係叫冇坤到啊！阿妹食你好嘛？好啊！我買嘅菜。我嚟，乾菜嚟，乾菜，快點做嘢嘛！哎呀，嚟，你係叫冇坤到叫嚟嘅啫冇看到啊！係，對啲陳塘嘅菜中央壓好食咯。菜好食就買得好，就買到新鮮真好食。空也福氣啊！好啦，放到哪裡？有麻筍啊？有麻筍，黃青蘿絲，一條。對。兩張啊？好。幾多？再叫3啦。好，你洗。巴西啊？西瓜嘛？有冇乜做的啦？西瓜。好。阿哥醬菜啊，跟我去包成杯啦。玻璃叉。包成杯啦。啊，140。哎，師傅，點樣去搶菜？老皮嚟全菜，我哋菜係幾nhiều？幾做幾桶啊？貨衫唔記得管啊，唔記得找添喎，我先再去啦。哎呀，東西冇買，啱我哋冇辦法做生意啊。你去買啊，就嚟搞嘢啦。做完就出來買了哈。真的，yes，師傅，你搞他買的東西，一天買成本，好，放心啦。曹哥啊，來，做嚟食飯咧。做乜嘅按旁派按參賽啦？都係傾中乜嘅啊？冇乜計啦，你按多年哈，就冇時間老曹哥講多聲啦。根本哈，嚟做幾行拿手嘅菜哦，表示愛心意啦。哎呀，買個多車鮮面咯，我哋一般都是每條股票同埋聽數啊嚇，而家要同人幫忙，多車嘛緊咯。哎。呀，鳳英我要攞去買啊！
冇啦，我去卡煮的啦。去卡煮的哦，我嗰度有老板买哦。那係我哦拿手的菜啦，曹哥，你试试看看啊。好吃啊！这米头吼，从上面买回来吼，中央啊！阿燕啊，你真有天赋咯！哎，看你全部學會啊嚇！曹哥，你可以說啊，食卡多的啦啊！好，來，哎呦，醬汁炒太爽。好吃。係啦，阿燕，你上班講衣服洗水哈，來，一起來。什麼曹哥啊？我聽哦，會懂大兵嘅，唔會講曹哥什麼啊？哎呀，什麼嘛嘅咯，人啊係互相幫忙嘅啦嚇。人嚟台灣嗬，是要用錢啦，他才記得呢，幾條錢賺一本的本樣呢。啊，我聽，曹哥，我建議啊。哎，係啦，我記得日本的時間嗬，你下個食譜啊，我看過誒，你愛玩出冇？菜，我出帶電啦。兩位啊！哎，你也笨。哎呀，哎，阿燕啊，你按有天分又按有心嗬，你看啦，做啱好食的菜，做埋個多勁啊，一寸都唔會縫咯，唔會變咗命蟲咯。曹哥啊，千里馬啊，還需要伯樂啊，我冇讀到伯樂啊，也冇辦法啦。啊，唔過嗬，我哋哈要轉運咧。我讀到你哋就伯樂啦。阿燕啊，認真啊，聽一句話嗬，挨到人家伯樂。什麼曹哥？有乜嘅困難嗬，盡量嚟講，我們盡量同聽數。好，阿良冇。好，什麼曹哥？你大笨真是哦，變一命數。什麼曹哥來了？隔壁。嘎子，哪個事情想問你？堂課呢？你嘅看法樣呀？你先莫睡啦，哈？乜個事情啊？我係想記得，你係咪最近吃到米滿料不應該去家哈？去家？應該啊，不過阿妹冇辦法咩？你就聽說人係上課啊，可能阿妹哦，你又走去談我嘅飯咩？你看啦，迄個每去家，咪每改變經營嘅方式，我真驚驚哦，慢慢了會做唔下去呢。我用家實啦。哎呦，我迄個弟弟我用家實，還會老你討論做乜呢？那下老還沒講到慢慢了哦，佢哦，馬個就唔會講了呀。家事做唔得去啦，菜單做唔得改啦，你還唔是老幾個嘛精緻路線？我用家實。還說哦，阿妹請下你了呀，你就去老阿妹講咩？佢聽會談你嘅話啦。還講哦，你們弟弟兒女老幾講，哎你做得討論下咩？我想做對搶阿妹，家子，
俺没回老公，也没回阿爸，我表弟佢都唔管，我也唔想啊。大家天公吧，不会安用的人生。 我哋變咗安樣，我也唔想啊！嫂哥，你講啊，我用辦呢，我用辦做張錯了。 老公，还不得我老公，我做乜個安樣啊？我用辦做了。 我用辦做了，我用辦做張錯了。用的咯，因为我打坐空也冇乜精神啦。 聽未哈？安尼就老咧啦，無到以前窮樣咧。唉，做貴生意咩打咧啦，做得幸福咧啦，交本後生意去做，安尼就輕鬆講嘢就好咧啦。俺哪有種按好命，伢動物按乖，我茶園做得按窮樣，俺家就冇窮樣咧。 去傳堂啊，一下就過吹蛋吧，一下講我戲家，啊個唔是結叫哦，個傳堂全部被過講了，啊不啊就不啊死，我樣幸福。哎，你還管管茶呢？你按日後這裡唔落去哦？哎呦，很大爽哦！你那管管茶係啊，日後慢慢嚟食。 讓洗出家個香味。好啦，歹勢啦，個生意一隻隻做按無乖，我心又煩，什麼？怎麼失去了無參加滾滾茶？好嘞啦，莫笑啦，時代無窮樣嘞啦，個後生人有後生人的想法，像當初吼，我老茶人教幫阿東姑去做，佢咩講乜嘅吼，改良品種，用最新的技術啊，係這樣眼講，而係咩老講有窮樣亂做。 咁無窮樣呢，阿啦？唔用嘅無窮樣咯，你冇見到佢想講哦，講嘅想法係唔錯嘅啦。佢無聽從家嘅計劃吼，讓聽到你喺時代，奇怪呢。更後生嘅時候，按多慣嘅人呢，用冇啲下老嘅，則變心嘅冇咯。佢尤其講到個未滿了吼，你是按硬學啦，你也做唔得改，該也又做唔得做，請問一下吼。 cái gì đó用嚟做下，誒，啊，咁講行到一定拿兩樽來哦，哦，識吹嘅呢，按到人係冇細心冇啊，唉，做事情按硬學，對感情咩按硬學啊你啊，阿啦，你講啊，此話最近懂奇怪呢，我想用幫我阿良呢，係咩路咧？ 要不搞就阿拉去哦，總係想以前的事情了。阿母兒啊，假使阿良你阿喺轉來，你還可以窮好。佢講佢咩生意阿爸，
哇，严重嘞啦！这茶。大哥，来，饮调茶戒酒啦。多谢多谢。反正哦，差不多太多酒啊，麻烦送个转移啊。应该啦。哎，呐，你那边有乜个心事啊？除非醫生講，你這個唔係幾好老公。哎，你那邊同幽蘭發生乜個事情啊？冇啦，你睇唔出嘅啦。哦，我睇唔出嘅。你看啦，就是多的啦，頭腦實在有問題。既然唐東講啊，又唔係乜個好老公，又唔係乜個好阿爸，我是記唔得冇聲音啦吼。看啦看啦，人老的吼，是睇到就做唔得啦，哈，還是咪冇生多的，哈。哎，我看下嚟好啊，你先去做事，哈，我一邊休息一下。好。客家民谣演唱会的门票哎，阿 Q 送给我吧，我也好想去哦。哇塞，好啦，送不赢啦，拿去啦。阿 Q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慷慨？你不去啊？反正哦，假就唔好答应让我穷下去啦。为了不要浪费这2张票，送你啦，干脆你跟嘉慈一起去好了。啊？阿 Q 你都还没有约，你怎么知道嘉瑶大姐不会跟你去啊？我就没有自信没。阿 Q 这件事哈，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帮你约到嘉瑶大姐。你？我？哎，阿 Q 你很不相信我哎。如果啦，我有办法帮你约到嘉瑶大姐的话，你要怎么报答我啊？那就请你大吃一顿喽。哈，只有大吃一顿哦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许家慈哎，他们家可是鼎鼎大名的美满楼，我要吃还怕吃不到哦。冇跟你我马开啦。那就要看你的诚意喽。真爱哦是无价的。喂，你又想狮子大开口敲我竹杠啊？啊 Q， 干嘛说的这么懂男谈啊？什么敲你竹杠的？现在哈是你到底要不要约嘉瑶大姐去看演唱会？好啦，只要你帮我约到嘉瑶啊，条件哦，你凊彩唔可以啦。啊，真的吗？好，就这么说定哦。我现在啊就去找嘉慈商量最好的对策。哎，你是真的想帮我约嘉瑶，还是去商量怎样榨干我的对策啊？快想想啊，机会难得哎！我阿 Q 说，只要成功了，条件随便我们开哦。哇啊，我想到了，叫你阿 Q 啊赞助我们去上海的旅费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我说的不是这个啦，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，你是要赶快想怎么帮我阿 Q 哦约到你大姐啦。你看，啊，我有办法了，这样子来制造个巧遇好了，就是啊，你把大姐啊带到这个演唱会的附近，然后我把我阿 Q 带到这个指定的地点，然后我们俩慢慢的走掉，让他们两个这样子。不期而遇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还不错哦。不行啦，这太假了啦！到时候被我大姐识破哦，我又要被骂臭头，不行。
啊，太假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啦？啊，我想到了，快说啊！可是要委屈你阿 Q 一下哦。委屈？他一点都不委屈，好不好？只要能够跟佳瑶大姐约会哦，什么事情都嘛心甘情愿。啊，我就跟我大姐说啊，你阿 Q 得了不治之症。然后唯一的心愿呢，就是跟他去看一场客家民谣演唱会，怎么样？屁嘎子，你干嘛这样诅咒我阿 Q 啦？哎，是你自己说你阿 Q 只要约到我大姐，什么都可以牺牲的。可是你这办法也太烂了，比我前面那个不期而遇还要烂哎，真是。好像也是哎。对啊，怎么办啦？你那啥偷偷鸦片做嘛？哦，我们讨论去看电影的事情。都给编埋鬼哈！冇啊，要不要去同行了呀？你有啥冇事没？来天数啦，等一下你还去多留。哦，都你的好。哎，什么我啊？都是你跟我很没有默契耶！没默契，谁知你在讲什么啊？哎呦，学校那么多事情要做啦，什么社团的，你真是哦。9杯，叫伊装哦。9杯，量级的，有问题的嘛？10杯啦。go， 10杯啊！答案太。冇。go 啊，向。go，我来了，谁你下多？吐乜解？有人睇啦，冇。冇呀。有冇？有啦，有啊。啊。有冇？有冇 go，你告牌啊？我走。哎，那就休息时间告一下听听啊。黑啦，就是告嘛该啊？大老二啦，哦没啦，噗狗神啦，走啦，噗狗神哦，系啊，好，那条摆啊，加告哥。主厨啊，唔好叫我教我啊。系啊，董成七哦。告几多钱呢？冇一台啦，15000斤啦。哦，哎呦啊，告神七的啦，吃光了呀，叫我来啊。好啊，叫他来啊。来，叫来啊。啊，当叫我告牌啊。来。对啊。温柔爱哦，唔好你讲啊，唔好客气啦，我咱讲哦，到几晚咧就锁过下创系啊，够神奇啦。唔过我注意哦，地面注意到哦。唔好你讲啦，唔好人排泄啦，溜嘅，人啲嚟啦，厉害啊，溜嘅啦，排泄。好，来啊，好来。干啦？有咩啊？你看嘛噶？哦，冇啦，我没有去存那一个片啊，都要忙做呢。哦，小马啦，你感觉哦，你两只会当相冲呢？明明心关毒，就关心对方，就唔愿讲出来。错啊，你阿妈子敢要谈过啊？哦，还冇有机会啊。我讲哦，像这摆嚟讲起来，离婚冇关系哦。那上好，等佢心情下好，我再慢慢同佢讲啦。你慢了改变，对佢来讲本来是大事啊，以后会去接受，本来是艰难的事情。那上好，为着你慢了好，最尾哦，阿曼姨一定会答应你的想法的啦。希望係安尼啊。好嘞啦，差唔多嘞。可是冇喊了。刚才在睇書。哎呦呀，我是很饱哦，很好吃咯。哎呀，真能用很厉害喏。啊，买煮菜连个点什么做很好吃。哎呀，我看人家米饭呢，做得可以做台饭店呢。哎，讲梦讲按讲就好了呢。你怎么没把阿姐烫到呢？我多事哦，这个青云怎么从啊米饭呢就改变呢？第一啦，好，我做你啦，好啦，哎，来数啊哈。哎呦，我来数都好嘞啦，冇要紧咩，又奇怪，哈，讲正经的啦，你等他做伊吼，啊，就讲嘢好好讲呢哈，唔按同唔同去发现咯，按那些办法。你过来，石头正经变的呢，那声音全部胎嘞，
真多意见哦，啊，看安排做阿妹人哦，我同妹来哦，参详上对。好的啦，冇到个爱面子诶，我唔抵你咩？你吼，即个做都来讲啦，其实我心肝都蛮想，错吗？当然也是请坚持2件米饭的传统。错，我咩弟吼有伢诶，吼你错啦。不过，伢讲嘅味道米饭了吼，要做到不死呢？你看啊，做到啲啊，连个对象都冇呢。硬讲吼，咩讲怪异嘛街啦。我迄本意弟伢讲嘅哦，对米饭了嘅用心，唔会比你少呢。我想看下啦，而个米饭了，系咪好定要讲嘅？迄冇吼，唔对变用嘅咯。不用陪后生人去做啦。你叫你讲几年，总有其他就咁咪实用嘅啦。硬讲咯，我冇去到硬牛街片啦，我咩冇去到人俩片，我喺度讲道理呢。好啦，日日就要讲道理嘅啦，好啦，做水啦，等我转。姐啊，你看你两啥还没一枪啊？就有话爱讲又唔讲，奇怪诶。哎呀，像因为吼良知爱个性上下相处，怎会咁样啊？不过吼，没因为吼个性相处，事情还讲会开啦。阿玲姐啊，都会讲嘛该啊，因为头唔顺哦。哎呦，我真经看唔下去的啦，那以后就会记得讲清楚啦。我是啊，这个时间到吼，还想事情自然是讲会开啦，你莫来停手啦，莫喊。以后记得唔讲，我嘛个时间怎会讲啦？家姐。阿雷啊，你有咩事？你在想同我讲嘛？你先讲好了啦。你先讲啊。你看，这种啥，就像情侣相拥诶。无诶，你先讲。无诶啦，你先讲啊。哦，我真嘅看唔下去啊！看唔下去什么好看的啊？来，小妹，莫到你下跳大音讲话。这种啥，讲到用班诶。玲姐啊，你唔会想爱弟哦？其实啊，一家婚姻是件唔会好本来是亲自然的事情啊。时间一慢，我想姊妹哦，一定会了解对方诶。系事情就讲一开，事情我改结啦。我啥都强唔卡经营哦，就做点互相，就做点和平解决。你跟着老公哦，还没买个事情就会用打嘅。阿珍姐啊，歹势啦，我冇嘛个意思啊吼。冇关系啦，其实我感觉本贵佢本来是青菜哥。哎呦，阿珍姐，你真係當好呢，這種人哦，用唔出個，佢哦根本就會反你。本來事情當然哦，唔會表達自己嘅心情啊，尤其哦係一家婚姻啊，遇到某個事情台上來台上去，通手通腳，本貴就會安樣嘅人，我係真會感覺佢出個啊。看你安尼講哦，我最口是時候，我未到太子哦，會唔會帶起來啊？唔會，佢種人按善良，又係一家婚姻，你又唔係冇了解。
你留台影嘅世界哦，挺复杂的，我又袂知。其实哦，有嘛个想法咯，就讲出来就好了啊。总嘛个要按用误会啊，安尼哦，才会上感情。就安样，张幼英讲啊，强甲婚姻吼，唔系讲道理，系讲感情的啦。相信还想想吼，系唔系阮贵开始就美满了对我痛手痛脚当啊，我嘛冇可能都同意甲婚姻对我好啊。相信想想哦，我咪真需要感谢佢。啊，真子啊，又唔会有像你安尼个人啊，佢嘅反应呢，银行老给公安之事哦。情到事情本来是做那份好人也系反映的啊。不过，你有考，今天好人也骗嘅，因为你是好人，以后你们是你有考嘅一份子。阿珍姐啊，你还没有，迄真嘅老人当做迄七角嘅妹呢，佢哦还一直老配上人讲，佢有4十妹啊。其实吼，我真是感谢天公。本来就咧主动伊着，伊甲婚姻劝人好，劝人相爱。好嘞啦，无我感谢嘞啦。伊哦，佢有啥讲到用班的呢？个东西嘛啥样？你老还没公安叫啊，迄嘛啥样啊？你又唔喺度个香草，嘛个树啊样嘅啊？你喺度个讨论？好啦，讨论，你就讨论案究，迄嘛啥样啊？维持一下个用的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就会阿美样的呀。好啦，太子，还有一只惊喜，不你欢喜一下哈。你这个编码贵哈。我嘅夫咧，你个钱买啦？我根本就做嘅夫啊，我记得我不用度了噶。你刚还去洗身个时间，我哪去洗了呀？你哦，一个这么牛，卡枪里丢的呀，负责的出都被洗了。啊，你个副队底路嘅票咧？哪个票？哎呦，快点的啦！你东奇怪，你按几包做马街啊？好。你讲嘛呀？哎呦，歹势啦，俺没挑食嘅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应该唔会骂俺吧？算了。阿 Q， 用啦！阿 Q， 哎呀，他这什么反应啊？什么反应？万念俱灰啊！他登上悬崖哈，唯一的一条救命绳索就这样被你给剪了，希望都破灭了。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哦，你干嘛这样讲啊？啊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也很内疚。哎呦，不是故意的，有点就很内疚。你啊，要是真的很内疚的话，就赶快想办法啦。我有啊，我昨天看到票毁了哈，我就马上上网想说再买个2张，啊，可是票都卖完了嘛。我有留言哦，想说看有没有人会退票啊。那如果没有人退票的话怎么办哈？不知道。唉，哇 Q 哦，对昭和大姐是一片痴心哎，她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约她去看演唱会，就这样被你给毁了啦。哇 Q 好可怜哦。哎呦，好了，都我的错嘛，我会带追地公帮你Q 约我大姐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哦，来打勾勾，快点。打什么勾勾？哎，免得到时候你赖皮呀。幼稚哎，有你的承诺哈，哇 Q 哦才可以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
最近到底看了什么武侠小说？哪来那么多成语啊？哎呦，那不重要啦，重要的是到时候阿 Q 怎么感谢我们两个？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样勒索你阿 Q。现在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时候要怎么把我大姐约出来？对，我们要好好的来计划计划。哎，我跟你讲太姐，感觉青春要嘅事情會人唔講哦。不是嘞，不是嘞，好，我啲嘞，那唔會再個結果。哎呦，太子啊，按個高中嘛該啊，你係太子，你係細阿妹呢？若果唔錯嘅人就會捱。你多帶都會變賣貴哈？冇啊，太子啊，你看，噔噔。你可以教你請水米啊，請來做嘛？我冇興趣。哦，這唔係教咧，係去學習。你唔係一次想要改變米滿流嘅經營方式。我已經老你講過咧，阿妹講咧，米滿流絕對做唔得改變。哎呦，太子啊，唔係我都嘅講你，你啲做乜嘅唔講嘅話，阿妹就冇會相信喎。做乜嘅啊？你講啊？我看哦，就會因為哦，你冇做好準備，你要用青島嘅時間來準備，阿妹才會談嘅話。故說，你應該愛去倆看看啊，係冇？我看哦，係你想要嚟鴉片搞啦，我去鴉片好慢哦。哦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唔錯嚟看。哎呦，呀，有幾件超有特色嘅傳統，有保持傳統，還有改良嘅口味，讓你成為一槍誒。故說，你應該去倆看看啊。還有哦，你看，佢哋網絡上嘅評價很好，一定有記哦，做到超好嘅地方啦。迄個哦，你自己有看過咧，做落你就做得好好啦。阿妹講啊，阿妹哦，咩會談嘅花啊，吼。你媽嘅時節哦，對點滴度嘅事情按你嘅心哈。太子啊，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誒，又會發現自己嘅老妹。唉，我未係為你嘅米滿了好啊，不過我講嘅話就冇人會相信。唉，也冇嘢咯，我相信我對米滿了嘅感情。哪個來啦？有時間啊，我會看啊。太子唔會按到心嘛，真難搞。哦，你喺邊買貴咯？冇啊，阿妹。冇，我全部聽到同人太子講嘛嘅，講嘛我答應爭咩理由？講我啊？冇啦，阿妹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係老人去強下嘅。我係都給騙太子哦，去到水面嘅佢入飛啦。得啦呀。阿妹，你落嚟聽書哦。入飛啊？冇問題。我等下落去同家友講下啦嚇。好。好。Yes。來，一二三，耶！好，幫你。這張，快點，耶！好，幫你。好，這張，里面。來，這樣子。好，來。哇！1、2、3，耶！哇！好可憐哦，你看，換我，這一張，我要幹嘛？快！好，來。可以去玩，好，那個。家姐啊，要跳冇？我休息下冇？唔會跳啊，我冇做乜事情嚟啊。我看哦，你哋根本就係嚟鴉片搞嘅，騙我講買考察。嚇？買該考察？哦，冇啦。我係講哦，一個兩個哦，比春蘭姨嘅茶哦，係春蘭姨嘅茶較好飲。哦，冇好啉啲啊，冇跟阿姨買配種嘅，好嘛？哦，唔是啦，我凊彩講講嘅啊。你好，去
给片照相好不好？照相啊，对，照相。哎，我们4个难得出来啊，我们拍张照，拍照，对，来。冇啦，我唔好翕相啦。没关系嘛，拍一张嘛。冇要紧啦，安尼，我攞唔叫翕好咧，你去嗰邊傳啦，好冇？好。哎，家姐，既然你來咧，翕張相做隻經驗嘛。安尼啦，唔叫翕好咧啦，先去嗰邊傳啦，得唔得？哎呦，太急啊！你很扫兴哎。哦，水命 Q， 眼看哦，你还去开间船堂啊？安尼哦，我太急，总会对你有兴趣啦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去吃东西嘛，反正我肚子也饿啦，对不对？对，待会再拍。待会再拍。好了哈，走，吃饭，好。对。2块来当好势哎2块1轮没当好势，哪一个啊？这个看起来就只是客家小炒啊，那没满楼就有了嘛。我们出来玩要点一些不一样的啦，这样才可以做比较。好嘞啦，唔對哦，一堂假嘅仲有煙影響錯啦，假嘅，錯冇？哦，唔是啦，睇到上次買嘅酒店買啊，往次很久上嚟也比較嘅啊。而家就講去嚟兩邊搞嘅，但係佢根本就去嚟做嘢嘅。誒，有冇講嚟做事啊？你冇亂講法好冇？做1萬半條對吧？請問還有需要嗎？該冇？歹勢，做1萬半條對吧？弟弟，等下拜考第1名哈，爸爸將帶你去泰川，好冇？好，來，生日快樂！謝謝爸爸，大哥哥。爸爸一定會記得的哈。家姐，你要看乜嘢啊？哦，冇買啦。我要一个福菜鸡丁，然后再一个和风鱼片，还有炒茄子。好，这个好啊，我还有一个紫苏鸭柳，还有一个福菜汤。好嘞。哎，家姐，你要點乜嘢啊？哦，客家半條。喊我點乜嘅冇？啊，唔是啊。太子啊，你用乜來了曬個半條啦？英國一點哦，夠2個月新料理啊。我以後就想要食半條啊，往次出嚟搞咩？回去就好啊。冇唔錯啦，防疫最重要啦。哎，牛雞唔錯冇哈，用槍點1碗半條定定啊？係呢2三年，阿爸帶點生意，仲我點1碗。奇怪咧，來按高級嘅船長，爭點1碗半條定定啊？因為阿爸冇錢，爭我點1碗本生意嚟食。遐沙比建議真係很差哦，難怪個新聞當咗出嚟嘅報，講因台灣沙比啊，迄演是咩沙比啊？本來哦，我冇心呢，我做安尼款來哦，冇心要做唔得咧。唔過哦，做乜要人冇錢，還要上來高級船堂食飯？香港嘅生意見比搶生意呢？生意啦。價錢哦，硬納啦。而家做1碗半條啊，還有薑絲炒太炒、客家炒牛啊，還有1碗福菜湯啦。好。喺做一場唔是那錢呢？佢硬請下愛搶嘅，老公司冇關係啦，哪是啦？佢啱用嘅錢，佢對自己講。冇按用啦，你就講嚇，佢都拄好喺2張嘢，提議前3年下，副手傳堂啊，就太記啦，啊？太做面咩種好誒，唔過馬因為對人下講啦。啊，唔做太祖講嘅講做話啊？哎，剛才一早給亂講啦。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。
你还没送车呗？咱钓一碗半条天。也係因為人家的係要在你提前為你哈，所以重談，那我走帶唔是錢誒。好棒啊！哦，咁要按好。係真誒，我會回饋你哈，重談大家你就會走帶一下，提前為你哈。哦，很自在。这种行销手法不错哦，应该要学起来。哎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哎，那要是来了第1000位客人是个大富翁的话，那一样要免费招待吗？当然啊，这是规定嘛，规定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规定不是很明确，好像有点缺失哈。俺没去都唔好啊，那有钱也是唔是钱，按够唔够意啊？哎呦，这只是个行销手法而已啊！他们要让客人有很好的印象，然后出去帮忙宣传，然后吸引更多的客人上门。太姐啊，你讲黑唔黑啊？啊，唔过嘛，冇事情啊。再来一张嘛，好，再来一张。重逢难依旧不移，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人，初恋为爱你，长夜抚琴也将起。故人须让去，青山下畔爬高帆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琴，玉发将要飞扬。